我特殊，还没得。哇，特殊嚟講，而家咩？老闆啊都有變，test 老闆你講，我特殊啊，我知啊。我是無 salary 嘅啊，毛毛菇。我係變咗學勁緊都冇 salary 嘅，sorry。即啊，你想看係你家己佢就貼本啊，豆嘅，佢就俾家己俾開車單，俾飛機單嚟坐嘛。咁我做工，佢哋家己俾飛機單啊。OK，等我試下，再 start 一下。OK，天台。哎呀，各位聽眾，各位在歡迎到到嚟噔，到底係收聽邊個好嘅嚟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嘅後尾環境就幫佢水淡薄，梗係掃掉嗰個好嘅人嘅紅嘅attention，梗係佢注意到你，你係收你做生意。啊，這個禮拜咧，我哋特別嘉賓咪講到生意，特別多啲大生意就是毛毛菇。媽媽菇，第一大生意，即是叫做 oxymoron 啊，第一大生意。你一個咧Marijuana Airlines 會英國中歡迎。Hello， 大家好。你一個有食 lunch 半減啲食咩 ？Hello，食空包 Brussels sprouts。kimchi แล้วจะเลย韓國嘅波參啊，波參是咋卜，有嚟煮㗎脆脆嘅。哦。然後係 brown rice。你是係乜啊？係 instant pot。冇用oven煮嘅。哦。自己煮啊？牛煮唔好咯。我只係牛煮嘅。我發現去 Canada 除咗煮我只啊。會使，嚟啊。喲，你是到咗就 Toronto 啊？outside Toronto。Okay. Kitchen 喺 Waterloo 係咪 ？Waterloo OK， แล้วก็我係 producer 四百九。大家好，四百九です。四百九 resign 啊！resign 冇攤你 resign 啊！少年機就上嚟看啦，自備股嘅工人。แล้วก็老張大粒頭你。歡迎。แล้ว當然不啲困個，唔係佢有琴一嚿啊。แล้วอันนี้เขาเนี่ยนะ照人啊，講到食魚啦，走過嚟去啊。你一隻韓豬仔亂人，咁樣走去啊，頂。但係我看到較早一出嘅人啦，較早一出嘅人係有來，人家當今好像冇來，就再講人是食魚啊。是人嘅食魚，咱講話就是大媽嚇，大媽來時我哋都啦。死咯！我買隻雞冷嘅，雞冷咪識做生意咪就識嘅。OK， 嚟講生意。生意就是咱冇聽過生意這個叫法。冇聽過。華達將人問聽。就冇聽過咩？四百九。我冇聽到，我是叫社保嘅。社保冇，唔知社保冇。社保上個人，我出去行個，前幾時人看到社頂嘅 Mercedes 做到嘅人，特別講社保嘅車。你是我是話實，你講社保可能是大保，但係個大保社意嘛，大保社意有，哎呀，我是幫別人嚟講嘅，大保社意。有可能是較 official 嘅，不特別我是寫有，有人當 Mandarin 是叫小三，寫三，是去寫三，寫三，剛邊。乜咗呢？寫三嗬是好一種冇咩啊？你咧是好似當時叫小三，就是講 official 咧是叫寫意嘅。official 咧是叫寫意，哦，你成日隔離人大保仔啊，你厝人隔離仔，二保、三保、四保，肯定會使迄個。
了咧做咧做人嘅第三者咧，就是迄個成日講去破啦，荷里錢嘅，可能曉就是講你破人感情嘅曉。哎呀，到迄個我要吹糖丁。哈？我要吹糖丁。糖丁係咩？糖丁。Sugar Daddy。糖嘢丁咯。對。你要做做咩鬧嘅？做咩好夾嘅？真正好夾嘅。可能我冇人俾好啊。其實啊，做人嘅生意，咱generally，咱講生意就好啦嚇。因為都生意是一學佢算就冇特別，所以愛做人啲可能燒咧，較濟啦，可能包啊嚇。真係啦。嗱，我是要聽，咱要講 in general，我要要叫我要聽，就是要聽講，咱講特別咱講生意嘅時候，哎呀，去請人，伊是地無好，伊是成啊，要去害人嘅什麼嚇，特別唔是教了人先咧。你 even 個生意，我要聽 from 啲生意人嘅故事，你知道？因為啊，所以較就是伊係另外一間愛鬧錢嘅人衰，唔是你做生意人衰。有啦 ，usually 啦。OK， 貪心嘛，貪心嘛，係你愛攞3、4個啦，7倍嘛。嚟，我看到毛毛菇一邊只夾帶會講物件一邊。夾帶，我發做過大幕，然後有生意啦，去吹生意小妹，喂，然後有一個就是。有一個是有影是做人嘅生意，特別唔知講伊嘅 background 是安怎，但會 feel 到是有物件嘅。哦。嚟睇到一個先。啊，就係講你頭第二個，講你去第二個。你是做人嘅生意，特別你唔知。啊，我唔知，因為我有影是上加英國中講荷蘭包嘅咯。我做糖包。特別伊無講真正老喎，伊應該是大。老無老鐳有鐳的嘢嘛 ，Sugar Daddy 有鐳的嘢，問差唔多老無老。有鐳嘅應該是有鐳，因為是禮拜5M去開房，開到禮拜嘅。哦。無通對厝嘅，然後after work 就是愛過去找伊，然後是禮拜無上嘅 hotel， is a 5-star hotel。喲，你去過大家了5-star hotel 去過啦，了 rotate 哦。有冇揾就最勁嘅 5-star hotel。rotate 嘅嚇。你第 favorite 是得最勁 ？favorite 第 favorite 嚇，第好了。Raffles 咯。哎呦，嚇。嚟我睇聽過一啲。嚟講。有一擺 after show off record 嘅時間人講嘅。after show 時間。我睇下佢係 dinner。了，I mean，真係歡喜嘅咯。因為你 window shopping 嘅時候，你行過Tift 啊、L 啊。Okay， 即係 branded 嘅物件，咁你 just 看呢咋，你幫一下呢嚇。OK，next week 啲問層會啊。喲，我唔係同人包過，我當個上輩呢。好啦，應該點來包啊？我都俾條路包啊！我就冇女人得包，我日做落包路。我日播咗一包嚟使。我俾拍廣告了咯，講話一節播嘅嚟 TGI 嚟包啊！我做都係寫我。你嚟講話是 The Star News Time。好啦。But sacrifice 啦，sacrifice 啦，即是講你上個gigolo安尼款啦，你就是OK， 你頭一暝拜過，你舊嘅時你真歡喜嘅啦。Of course because 嗰啲 present 會喺你問層位咯，嚇。然後after that 你就個買到禮拜啊咯，嚇，你看咯，嚇。哦，個買到禮拜，啊你這你都冇攤 non stop 啊 ？non stop 咯，嚇 ，because 冇出來 whole day，because 伊個 hotel room 是有一種president suite，安尼款嘅物件內邊有攤
住啊，有 living hall 啦，咧有家己 private toilet，你看食水啊，大甲罐一種嘅啦。啊啊，特別room service service，咯嚇。攞一頭無出了，啲冰整上面整，你估啊，你馬拉松啊？哦，好咯，其實整幾道？boring 呢？節啊，而家有3道4道，講 toilet。去到 living room，了個門層，了個再到落balcony 外口個，唔知是啦。冇出去外口啦，一行關嘅事，所以伊是佇我 balcony 位啦。要爽哦！無爽嘅當真係無爽。我俾聽，你只只。應該，你可以 enjoy，你可以迄個。loving 啊，係 caring 嘅物件，咁了是未接伊嘅心嘅，伊有一個電話，伊有一個電話入來呢，吼，伊馬上走了誒。because 我甲伊去過，有線無線啦。唔是講有線，你唔是 priority。就是咯，伊學你線了，你線啦。你插緊一隻，伊買好你 Apple iPhone， 我就歡喜啦，我就唔使伊粒花了。我看你 iPhone， 你個買伊個 love， 你講下數，你買伊個 love， 伊 love 電地呢？買好我一個 Mercedes 啊，我看 love 伊 Mercedes。你是 Mercedes， 大隻個攤起啊，你 weekend 個攤起啊咧。無我去 Bodixon 有一個 trip 嘅是我去 Bodixon 講去大嘅樹葉嚇係咪咧 ？Bodixon 冇 5 star。有 Avion 啊 講伊嘅 hotel 是鋪卡出去國家哦對 overjoy 嘅。了我冇去嗰邊大咯大。像 Maldives 咧。嚇，แล้ว suddenly 一個 call 來。我個無通聽伊甲就講話啦，伊 call 來伊就走去外口位啊，咧伊講 OK，let's check out，either 你到幾多隻邊度啊？我是對伊說我會叫伊做，哇，你看你喎，了個嫌疑啊，唔知安怎？等陣我使後面女仔啊，後面女仔，了你家己有 enjoy 伊個 company， 還是你就是因為你有趁買物件了，還是你是？是甲伊本，所以你愛個了啦，你所以你做，你無參與，你無學你咪是計照做嘅對啦，唔是為咗累啊。是你有累啊是，所以但是講伊真無累嚟講咧，去灣山咧，去春天咧，迄個 hotel 都愛哦。愛本。OK， 明白，咁就會講。了，有咯，伊上擺去到。真係 extreme 是去愛買厝了誒。愛買厝幫我名了誒。你不只是去厝除咗人免 5 star 啦，所以咪較細咯。伊講嚇免去了，因為我有解 discuss 過，我解講你一個回事了 ，why not？你 say 大嚟 weekend 呢，冇我學我出啦，伊袂使嘅喎，袂使學我出嘅，我出會加路嘅喎。即是講我 pay hotel bill 啦嚇。伊小妹，所以我袂使講條表嘅物件。咁成日我唔讀人呢，會教我跳出。แล้วจริงๆ我冇講你阿妹 retirement 嘅時，人係是講愛多就所以啦愛存淡薄累咧，講OK 咯，去看厝咯，嘅。你看呢個，阿個落股，未改，你看呢？阿個落股，你往去 hotel，你看就幾個節，就幾年。哇！呢啲好嘅，年半嚟啊！年半搭你 weekend 啊？搭你 weekend。哇！你上行50字，年半差唔多正8刀，佢學到5 star 到一間。more than that，就我會去到伊個 front desk，我行入去嗬，伊個 express 裏面，了伊甲你坐你去頭入去伊個房間嘅。你免按照講單頭嚟嚟接你無誒regular 拄着人你捌拄着人哦，你捌成個拄着別人到底？
對着捌啦。有啦，拄着我 colleague 咯。你樣看到伊嘅樣冇有，還是伊直頭冇機會做在看到你個伊？冇嘅，伊行後正，我行冇嘅，那是 public area 真係 mystery 就掉了嘅啦，有陣時咧我就起行嘅，我講。食物件啦，白行啦，別伊講你行去迄邊看，你愛照蝦米物件 ？Unless 咱去 fine dining，咱白坐，fine dining 伊冇坐甲那邊有嘢，伊做 reservation， 伊做甲那邊接去嘅。這驚人看到就對啦。這驚人看到對嘅。了一大，我知一大迄個島，了我袂使坐 MRT 去到迄個島嘅。我若是。有一擺嘅時，我是去迄邊拄找 friend， 了時間早過，了我冇。伊是蝦米？新加坡人啊？新加坡人嚟。鄧人啊？鄧人嚟。哦，你喺度講咩話？講華語。伊講Cantonese。哦 ，OK。哦，真少新加坡人講Cantonese。Yeah，真係幾少。Cantonese。แล้วอีกวนกวยล่างจออีกวนกวยล่างก็กวนกูว้ามาจากกวนอีอูอีเปะก่อในควันอีกวนอีกวนแล้วทีนี้อูเลยทีนี้開始อูเลยแปะ咯頭嘅款咯係咯應該是但係伊唔是講頭嘅我就係講伊啲到落做緊啦我頭去 hand 伊嘅雷白啦我甲伊人講，伊真正 control 你，唔係學你我去我伊做工嘅位是去我伊嘅厝啊邊。夜厝嚇，伊無學我教伊迄邊嘅。แล้ว我同我講一半，我講我 call 伊嘛，แล้ว伊無接，第二擺伊接，我甲伊講，我到你嘅 area 同伊早個，我甲你白白啉茶，哇！伊起哄喎。แล้วไม่ใช่ไรพอเสียที่แม่ชาวไม่รู้อะไรบุกว่าก็ลูกไม้กับว่าโหลดเชียลูกไม้กับว่า exit นะแล้วว่าก็ว่าตัวจีเป็นแล้วแต่อีบอกว่าอีเจ้า出來咧講ว่าอี好ลูก5 minutes อ่ะแล้วว่าก็โอเคลิมแต่แล้ว feel 到真正ลูกไอ้โบเมียหุ่นอันนี้ความรู้จักกันบ่เดียวโบมิง分น่ะแล้ว我成家我去開班㗎，你攰啲點幹得了啊？你快點辣達唔講嘅嚟講聲。喂，煮到แล้ว有一暝是我未得閒，我等佢未得閒，我唔知講伊到底是住，但伊捌 celebrity 㗎了嘅喎，係新加坡嘅 celebrity 伊捌㗎了嘅嚇，แล้ว到一暝度唔過伊。我講我都冇談喎，你買坐我去 salon， 而家別使，而家我坐你去 salon 啫，你又唔使去somewhere like Paragon 還是法樂，我一未記啊，你真係 high class 嘅 salon 嚟，哇！接去呢個唔是 Brian 啊，做啲 media cup 做工嘅喎，喂，是嘅型嘅，喂，哇！嗰啲100嘅了嘅喎，特別係試過個女做姐啊，你去 salon 試過比較緊啊。個比較緊喎。哦，maybe 在樣嘅係你們在講要咧伊有去 private party 嘅，伊有去 private party。private party 是做錯女啦。有錯我去嘅，特別是無清氣㗎了嘅啦。無清氣係咩事？去邊MJ 咯，小迄個大款咯。扯你飛機啊，成日應該中嘅晒。แล้วก็一暝就是伊個只 smart 咧，伊無啉酒嘅咋，伊無啉酒嘅，伊啉淡薄啦。แล้ว有一暝是伊就是去張8แล้ว我真係買手啦，我就看伊物件咧，對包，下咧我去睇伊喎啦。你是就幾年啊？你就估了幾個月啦 ？I think 6 months later，6 months later。แล้วว่า我一開 mystery 好啊，แล้ว我唔知是住，แล้ว我就ห็นว่าเรา個呢啲 city 嘟那邊會做工嘅喎，哇那邊啊會個有一隻 high 嘅大刀嘅喎 ，OK 啦，
出嚟啊！我咪咩發到啲嘅，叫佢隨便嘅。哦，我個仔講過嚟，呢啲是嘟那邊做緊嘅。哦，新加坡是嘟那邊嚇。แล้ว咧，個有一個我發現咧，就是伊安怎伊個手仔，伊有穿 wedding ring 嘅。แล้ว伊啲舊巴都只係伊無穿，แล้ว我有揣到 wedding ring 啲嘢 bag，แล้ว個佢哋 bag 色，佢啲穿久了啊，對，有隻隻嘅。有一個隻，伊想較你把想較淺嘅色嘅。較淺色嚇，แล้ว我看到有多啲定安尼款。所以我會嫌棄遮濟物件咯。แล้ว伊會到尾啦，過了一年後了，伊就 start 會較 control。即是講伊愛落來就愛來，安尼款呢。OK。你無通講嘅啦，意思講。你無通講嘅嚇，你無通講嘅。伊講OK，即個 weekend 我到A hotel、B hotel、C hotel，OK 幾點都來啦，就是安尼款嘅。你會使拎淡薄。tapi lu bisa absent 伊起個安尼 extreme 了哦，แล้วลูก伊是咪是 famous 嘅人啊？伊是咪 famous 嘅人啊？冇啦，因為是做工嘅啦。係啊。有啊，燒奶燒到冚啊，燒海豹啊，成個狐狸精嘅你講啊，頭無故意，成個你感覺到你即個幾個 relationships 啊是無 sunshine。特別你使用你鐳來照你嘅 sunshine 冇啊？你 John 比較了 John 比較了啊！鐳咧趁笑，比較了鐳笑較濟，笑咯嚇！我了以後都現金喎，現金啊！伊無伊互我一條10角。哦，所以你使買物件嘅啦，你未使講 investment 係咪買啊？會使 withdraw 本嚟，會使 withdraw，伊互我 pin number 本嚟。哦，所以你使摕鐳出來。會使摕鐳出來。好啊啦，但是講我因你是我到底你情形啊，到底係你情形時啦，我會成日講，例如講物件買本買個了啊啦，แล้ว你會成日物件是未收股嘅嘛？你是成日鐳啊 investment 啊，去買厝啊，買咩物件喺你個會嘛？แล้ว喺你個行口啊 credit card 乜咧？credit card 乜咧？你未成日講。未收到鐳嘛，你就，你真收到鐳嗬，你未收到鐳，物件你買個了啦。你是叫你買做工你未嘛？買做工你就係到要可以，你家己做工嚟講係你嘅，佢哋家己開你平常時物件個了，了家己做工嘅鐳先係收銀行過收掉啦。冇時間開 John，你看拜一到拜五我做工。困未糊了，拜個一咩就係走去陪伊，禮拜一個你 release 你，แล้ว你拜一個係做工了，แล้ว所以成個 full time 攞行工嘅咧，拜個到拜啦，你是免出路嘅咋，只物件個了，伊出個了，แล้ว你看到係物件你幫到呢，伊就買了。你成個咩儲水啊，咩咧電費最細嘅了，你用伊嘅鐳嚟開呢？還是你用那個做工鐳？你用 cash 嘅喎，你用做工嘅鐳咯。哦。安尼都淡薄冇咪高嘅，淡薄白絲門。冇咪高嘅。short term 啦 ，short term 我可能 OK 咯 ，long term 就坎坷。未permanent 未估啦，我是話殺掉白絲呢。未估。我 weekend 計冇影嘅啊。好咯，weekend 計冇影嘅咯，好咯，愛去到了本地咯。但伊有啦，你講你愛去到了，伊有 still 有錯，你去個到了去個聖多沙那邊啦。哦，你冇去國見到啦。哦，未有一個是你愛出國嗬，你個會使去買啦啊呢 ，because 伊會食咩東西。哦，你若是講愛坐飛機嘅嚇，2-3點鐘以上嘅啦 ，sorry， 伊未去啊。我看冇叫意思就係使短線啦，可能啦。哦，應該是了，幾年啦。意思係咪是有波？我是懷疑，我懷疑是有波，我今日啲是硬啦。特別應該是唔是一個情緒指定到時咪有人情緒？冇啊，就我可能會 feel 到，冇就會 feel 到嘅嘛。伊佢一條物件，伊攞過得一個坑。你咩？我唔知喎。知咩？你真係知？
有咩清差我都唔知。嚇講嘅，你講嚟看咩清差？我唔係先，我冇未。你安怎會知講你康是用嘅咩？有一個 sense 啦 ，maybe 我家己 create 嘅啦，maybe 啦。可能啊。講嚟聽，講嚟聽。嚇，你是 sense 樣啫，你知講哦，這個是用嘅咩康嘅，用過咩康嘅，你咩知啊？因為伊邊咱有毛嘅嘛，對唔對？所以嚇，你毛毛菇啊，一種嚇，你比較，你比就比啊，會比着一種唔是屬於大波嘅比。哦，我唔知，我唔捌比過查某比，所以我唔知查某比是咩比。你別有咩？我捌去頭嘅白白去嘅人位嚇。哦，所以你比就你比。嚇。哦。有查某嘅比，迄查某嘅比是查某嘅你薄薄嘅比，還是查某嘅身軀嘅比？啊，對，我問。我感覺就是查某嘅。無所算薄薄啦，應該是 maybe 伊暗邊哦，咱嘅大卡對伊邊路邊夾掉嘅位，佢一種嘅味，咱嘅 sweat line 位啊，會出味嘅嘛。maybe 你鼻腔只明，你鼻腔只靈。啊，應該是啦，應該是。แล้ว你把啲你去夾落邊件，是你俾 sense 話人時咧，未佢再講伊是大波。會啊，我係再講伊發曉嘅時喎，當今。哦，你比啲 pheromone。嚇，上個狗波走水啊！哦，你比掉呀？嚇，講乜嘢？伊比再講就走水嘅，就 in heat 嘅時嘅比掉嘅。啊。伊 in heat 啊？冇毛毛菇嘅比掉，再講就人 in heat 冇嘅。哦 ，you mean like 係咪人換上啊？嚇！你行落過人會比較啊嚇？啊我 recently 我 test 掉，一領正過把你過正，แล้ว我 miss 伊把你只 attach 呢，然後咧我聽到比掉，我講哇，加拿大你超級無比死白當啊！哎呦，你比掉誒！伊比較 pheromone 啊，就是講伊比較 pheromone，就是 pheromone。嚇，就係應該是啊，應該是啩。然後我就問我講，啊，你只做嗰時想愛做，你呢度派死咧，我講好啊，我呢度教我去種隻真正臭味啊，然後呢度佢大我個 Alex 厝嘛，所以我係避掉咯，然後我講教我去種隻臭。啊，所以 actually 是包咗只做了，好似裝嚟比。我是咩？對，你咋？所以咁講啊。人哋是做啦，裝呢個比掉啊。哦，未啦，有 body shampoo cover 了啦。OK，你就要去講啦，你說你有懷疑講伊是有某人啊？啊，我懷疑，因為拍一個電話都成日緊張啊，對伊啊成，伊未講真啊，slowly pack 物件，伊就如果伊來伊搞白白去嘅是，伊 pack 嘅物件，咁樣水嘅，時格，然後伊有一個 pattern 就是伊 check in hotel，伊就暑假伊嘅衫兩條又好，三條又好，伊家hang 起來嘅。咧若是講有電話來嘅時候，我伊就吱了嚇，咧伊就講 OK。假如講兩句呢，你喺到這邊 stay 落去，但伊個 bill 標記呢，伊會 carry 啲外換嘅，然後你 stay 到時間夠啦，我有出來有事我走先，你就冇啲啊，你咪是 free time 咯，你咪是 free time 咯嗱，係咯 free time 咯，所以我真 boring 咯，我啲學者係做咩咧？哎呦！你未使成日出去行，去找朋友來啊！你出去行咩嚇？我會去找 friend，然後你交位，你冇是嗰時對學校報名，冇是碰成一個人，喺度大驚，冇是你一人。特別爽喎，大驚。爽啊！我咪講爽。我 from 伊個身軀，我諗真係有類人過嘅生活啦。喲，講我聽講我愛哦，講我聽講我愛哦。
OK fine dining 啦，即係會知啊啦，對唔對？去到那邊貴嘅 restaurant，嗰啲是係你 artist，冇去過 sorry，冇就是一個 office 嘅 building 那邊冇人知嘅，伊是種嘅 restaurant 你知。maybe like suddenly 伊到一個 UOB building，OK， 咧伊那邊有一個restaurant 又冇人知喎，伊嗰陣時好似種嘅 private celebrity 嚇 private celebrity club， 即係冇拍廣告嘅啦，即係你有 connection 嘅知。對，咧你去到即期，咧伊就甲我講，你知間坐一間人嘅是最主要。伊是一個 hotel 嘅生意嚟，所以大早起來點食 breakfast 嘅。咧一間大波都在最主要，伊是寫冊嘅，伊會知大人嘅就最去即個，所以咧伊個咧伊會知，特別唔白嘅啦。是無拍招呼嘅，特別嘢就係講，所以咧，咱無講話啦，你是只去啷家己只無插人，無 social 甲別人嘅。無，你做你多話多話然啦。無，真係濟，無物件。所以伊是 I think 是 etiquette 嚟本啊，人在講人嗰陣時寫有身份啊，所以人無成日講，真係個人 social， 所以人比起人咪是條對邊啷家己世界無人插你啊，冇插你，你冇插啊，所以你使坐你飛機，你使坐你 boyfriend girlfriend，真係咪投資啊，使嚟啊。對 something and I find it。你物件好食啊？物件好食。好食，特別 portion 真細呢，我冇食。你咪講我係5份啊，我只有5人嚟食，我帶位好兄弟來。伊學你卡維亞本一頓時間呢，你知哦？哎呦，我講我一罐會使哦。你知我唔係食過卡維亞個。我冇食。我唔係食過卡維亞。講到卡維亞。嚇，我唔係食過卡維亞。我去一個頂到 I think 幾年前啊，唔記啊，伊是到新加坡是 the tallest hotel， 然後伊有一個 restaurant 喺頭頂嘅成個係 observation deck， 所以特別伊是 glass out 起來嘅咧，你看看 night view 嘅咧真水嘅，然後我入去伊是個啉紅酒爾嘅，然後我講有時間，我 favorite， 有咖啡啊，然後我actually我冇去看價錢，我食，我食3丁爾，3丁3丁嘅咖啡啊，3丁嘅咖啡啊，伊是上個安尼款安尼細啲，安尼圓，安尼圓嘅。3丁只濟哦，一人食3丁啊，你？我食啊真啊爽，結果吼伊結笑嘅時，我看到我指甲流落來，幾類？摻埋一支酒，摻埋一支時間，伊講只飯幾爾，3000幾。3000，我想1000就貴啊，3000新加坡鐳啊。Yes。喲。我講嚇，我講別貴啦，伊個 wine glass。坑掉，好似裝喺度。釘就是安尼啦。釘就是安尼，我講OK，阿爸別使嚟了，家己一出啦，我即學啊，一出。一出。你幾別使嚟啊？你幾別使嚟？家己講，別使嚟了，即學。你了解這類數啦，唔是類本好，本是拍生啊。講哎呦，食翻幾哪粒物件呢？哎，安尼貴類對唔對？我介紹，你不該講過啊，咱可以一名啦，你家己 make up 一名，好忘叫開名咩？開名？無啊，一家名好，我就是永遠最難忘的。係 nickname 嘛？無啊，以前這個名是。細漢真正看到這個 brand 真歡喜嘅，咱去 supermarket 嘅時，吉啦啦，無，就伊是 O 嘅頭嘅，咱去看 ，Ovaltine， no， call 來group size brand 嚟，咱入嚟 Orlando， 其實 Orlando 啊。荷蘭伊蘭哦，荷蘭咯，叫做荷蘭咯。你阿多啊，我甲你講，你我講荷蘭咯啊，咪咯荷蘭咯。你講誒，你使一個錢能補啦，特別你學我 cash，你不一定係講句哦。明白。
係你講嘢嘈咯，還是講到 iCash？唔知冇去想過。我是知講，我去看手錶嘅時，伊是頭講哦，你愛這隻啊，會使一條叫小時過來了。我下個面車，我講走，唔係，我講我看了，我冇講愛啊，迄個是我。你咪是俾啊，你啊？變到嚇，伊愛買咯嚇。冇啊，這是頭一隻呢，你頭一隻，個第二隻伊就買你如果有嘅手錶？有啊。你手錶搭鐳哦？四個啊？都冇搭鐳。四個，後面物件，我手錶我第一貴手錶是迄個digital 嘅，喲18,000啊！我上一次車我根本冇那貴嘅鐳就嘛免貴，我唔係手錶咧。18,000做嘢 iWatch 是做借啊？你貴咪是千幾咯，千幾啊。Hermes 係 strap 嘛，咪先？哦嚇，對 ，Hermes 有可能係不貴。Hermes 咪10,000嘅咁咧啦。對啦，有可能。你10,000嘅手錶，我就丟啊，我就無，你成日Beyond我腦啊，我唔知講18,000特別手錶有那貴咩？我 Rolex 唔是嗰個 Rolex 啊，你看下面票，Patek Philippe 啊，Patek Philippe 嘅上架錢嗰隻嚟儲本嘢咯。達到你講？你講對，我驚掉下面咗 Frank Muller。嚇？我驚掉 Frank Muller。嚇你是票啊？票名 Frank Muller 啊。กู啦ว่า看啫啦，你後尾看你未定拎กู啦，我看啫。你冇啦，冇得接定啦，燒到我媽得位，燒到媽得位，燒到接定。我都接定。你考燒啲食啲 deposit box 啲入邊就嚟 bank 喎。啊冇啦，我將你出成個萬萬出，可能學七折啊，一千期你都冇期了咯。住愛咧，住愛買 ，OK， 同你住愛買，我賣28塊好了。我出你10個塊，我冇用掉了，同你講，我冇用掉了嘛。你想講我是有女人是冇？你做咩是買情咧？我情係做咩事？得諗我笑，你都看無咧，個情隻手錶。情水學，我情是學人看，唔是學我看。你計講咧啊！我唔知是有影是無影，這是 Urban Malaysia 嘅 Urban Myth 來哦，唔知是有影唔影。人講你若是情真正貴嘅手錶啊，你有一個鏡啊，拍將你站你會冇啊！你講到伊人是袂曉看安尼款較 weird 嘅 brand 嘅，伊人較濟是 focus on Rolex。Rolex 啊，伊真戇波咧。特別是有影是無影，人去站你去抽去抽你 Rolex。古早啦，當今無了啦，借 motorbike 啊，借 motorbike 咯。聽到站起嗰時，是巴杜飛機嘅票嘅，是巴杜唔得咯。又出嚟巴杜飛機嘅票啊，都係啦。Tag Heuer 啦 ，Tag Heuer，Rolex，Omega，個咩票 ？Tag Heuer。Omega 係頭毛啊。喂。應該你講嘅這個 brand 是只 normal 嘅 brand 啊，個有類 brand 啊，你唔捌聽過嘅個。Kiki Lala。Of course 啦。對。所以你有影你睇我吹啦，我係嘅啦，呢一啲Audemars Piguet，你咪聽到冇 Audemars Piguet，後來咪是真係貴嘅。我是第貴嘅手錶，我買嘅是 Apple Watch 咯。我個 Apple Watch。我本來若是買貴嘅手錶，我是應該是買 Apple Watch 嘅。我第貴是我有我嘅 Anthony 嘅 Rolex，
特別我唔捌稱嘅哦，我笑起來我無稱嘅 ，because 我無是個重嘅物件，你我係手，你看我係手嘅山，我乜嘢會稱大大。我頂我無是個，我個無是個手錶是嚟稱嘅時候，一類 function 嘅啦，你愛隨的，你愛隨成個變做 jewelry 是內 function 嘅咯。我稱 Apple Watch 我只隻我看我 meeting 幾時啦，幾點啊 ，temperature 啦，係咪物件嘅啦？answer message 啊 ，message 啦，看小影，head timer， 隨路嘅 footsteps， 我手錶第貴，我第貴嘅手錶是 Apple 第便宜嘅。當今嗱，大媽講，特開咗一部出 smart watch 了嘅啫。但係佢有 smart watch 啊。我個程度到了嘅手錶嘅。哦，你別隻 Baby G 啊，你 Baby G。嗰個 Breitling 我知，我係朋友是 pilot 啦，人家一講 pilot，人家是個稱 Breitling 嘅，咁樣伊人嘅手錶嘅大牌是稱 Breitling 嘅。然後一個只要我笑，即係一個要叫我去 Butterfly 嘅時，一叫我去買伊嘅假 Breitling 可以哦。一個會講我聽係咪 model 咧哦？誒，人知咩 Butterfly 嘅佢知啊？哇！伊人知啊！哦，伊人講有啊，特別伊講你 baby 你是 pilot 是無？我是買學 pilot， 伊講學 pilot 就愛買一個 model 咧，伊個 model 伊個 complications 有 specific 嘅 complications 嘅 pilot 真係愛用嘅。誒，特別我為咗個 Butterfly 嘅手錶啦，伊買啊，伊會用嘅會驚，伊會歹哦，還是？真係硬派嘅啦，我係經驗是，咁了伊人嘅手錶，咁了真係硬派嘅，有稱兩三刀了，伊個手啊落去啊，還是伊袂行啦，還是伊個火袂點啦，真係咪貴啊？我只係講，若是講 S 袂歹嚟講，我咪是使叫 Butterfly 機買。特別對我嚟講係啊，對我嚟講，我都唔是要稱互人看，我是要稱，我是要稱嚟用。誒，個掉唔是，我冇估 ，OK。但係講明即講個手錶去，哦對，以後你手錶就俾稱。嚇，就先。嚇，以後你手錶就俾稱。咩事 Apple Watch 把路啊呈現嘅。做你情事呢？如果提講，我是暑假，那是我有累。那是我Orlando 啦，那是我Orlando 啦，我咪叫 Orlando 俾後我 ceramic 嘅，我就是講 ceramic 嘅。哇！別啦，我講特別啦，唔敢啊，我唔敢。我唔敢啊。ceramic 我千幾塊，我一年兩年我一粒嗬，講啊真聽啊。攞3年應該就會換啦，我看。喲，這是最 plastic bag 是最。應該中啊，去全嘅膠嚇，一隻 chips 啊。了，除了這個是這個 jewelry 啊，係物件，了教啊是係咪Tiffany 啦，是係咪物件啦，Burberry 啦，是係咪啦。卡爹呢個無接喎，我奇怪喎。哦，冇卡爹啊？你卡板喎。特別我感覺到伊是 regular 嚟，唔過伊起來去，因為佢只管拿嚟 outlet，一個人會曉知伊名。啊，你要買下面物件好，你嚟點樣講 Tiffany？我話俾條絲咯。哦。露春就只有切卡就只有，誒使俾劍咯，使俾劍啊，小點啊，俾劍我俾曉去俾劍陣時嚇，俾劍個俾處有是交杯嘅事，然後交杯伊就是講我愛俾處咧，伊叫我 resign，伊叫我咪做工，so 我驚啦，我問下有驚。影射處咧，要無講，嚇咧我變到我。他咪真我未รู้伊買處是買了來講係裏面，是買處現金買出來一頭裏面都是有嘅。無講咪一定，seriously，我無講啊，決定。但是講你就是幫我名啦。
伊帮你名特別就講呢，都較無呢穩咯。若是講伊完全買 cash 買咧，就個無相。就伊買 private condo，伊唔是買 HDB。不 private condo 冇是成日講，若是講伊是行過機嚟講，你厝伊本來是你名，伊唔是你名，咁都要行了嘛。所以若是講伊現時嘅 cash 買個了咧，嚇，迄厝個仔是你名，迄就較穩啊，迄我就咁慢做工咯是。OK。來，你講你無去想到即個物件，去想到。啊，你講你是嚇。了教我去yacht club 咯，哇！我捌去過好幾擺去啊山谷啦。去後面嘅 yacht club。邊個 yacht club 咩？唔是邊個嘅新加坡啊？啫。哦。邊個yacht club 咪是阿未去過下事啊？到底咧啊邊個 Judge Street Pier。The Street 嚇，合併嘅喂，corner 你而家你邊間做咩？我都唔知去 yacht club。哎呀 ，Judge Street Pier 裏面去站板啊，站板真係難睇啊！我唔知做咩咗，我是去到無雷公安尼會 ，from the town 坐一點鐘嘅 cab， 坐喺邊去食一個 breakfast 呢。啊！你去看伊做咩事去咧 exclusive 嘅位，所以別人嘅邊咩看的，你揾嚟看。啊，應該是咯，了伊無去 hawker centre 嚇，無嘅嚇，邊講嘅嚇 ，no， 無 hawker centre 嘅佢講嚇。佢只愛食迄個盤大地，伊個物件是最行嘅，可能物件。盤大地，菜色地。啊，真正是呢，係啦，我唔捌係咪是米其林嚟咋？本是伊教我。哦。啊。你幾杯嘛是米其林 star？啊，你幾去？哦，幾杯啊？去 Mandarin 那邊食了咯。Mandarin 出名啊，去新加坡地道嘅時候第一啊 ，Mandarin Oriental 幾杯啊，嚇，食伊雞腿幾杯啊。啊，去那邊食了咯。哦，因為是爽嘅咯，你 kelas gitu。好我是 kelas gitu 是我姑姑知道我 kelas gitu 是我對馬來西亞時有當時嘅 feel 到熟啫。幾日 maybe 一禮拜兩禮拜哈。會線啊 ，John 會線啊 ，maybe 我唔是貪伊嘅累咯，我唔捌。對啦，你就是有嘢累嘅曉，你都有可能會硬硬聽咯，你是愛心嘅曉。啊！我愛本啊，我愛數到打。小本啊，特別別啦。你若是講啊，你若使會食空哦，你若做呢，可能你變到成個你 empty 佢哋 shell 去呢，呢。啊，對，誒，了 ，OK，了你安怎啊？你感覺到 benefit 第一做 from a relationship 可能包嘅是係咩呢？benefit 啊！你賺到係咩物件？係你 goodies 㗎了咯。你個記咗你賺到係咩物件㗎啦？衫咯，就係衫咯 ，branded 嘅衫咯，branded 嘅背包咯。衫冇得嘅啦。衫是冇得啦，但係衫係而家嗰啲衫解白嘅 restaurant 嘛，做成個膠嘅你看咯。哦，你個未使凊彩情呀，你要計咗隻，你個都要情票。我同你講，我嗰時趕工，我 after work 我去嘛，咧規身軀嗰時有迄個 grease 嘅味，伊講你去賺8成，咱家來做。都係你看。แล้ว我衫我摘起嘅㗎了嗬，伊講伊無 direct 你啦，伊講你買穿一個。你穿一個電視節我俾好你你穿去掉來，還是你摘去掉來，咱去一個地方，咱去一個地方。我估你叫定住咱去伊些物啊，叫我就暑假一隻項物件，個冇問題。嚇，那是我奧蘭多嚟講，我奧蘭多俾求我個了。哎呦，你看白照本俾啊，佢哋講6,000塊呢。哎呦，我愛喎，我 experience 啊，我可能包一年使啊。會唔會對硬喎？唔係啊，未使咯。Actually，若是講下，嗱先，OK，咱講嚟撳棍啦嚇。你當叫有好好咧硬啦，你撳棍買起你硬咧，可能包啦，啦彈你累嘅了咧，還是撳棍買可能包咧是接落去嘅你好嘅硬咗啫。
接落去嘅多謝。我冇明白你 question 講佢到。係咧，我冇我未明白。你當然你有好即係想架以 indecent proposal 嚟 film 嘅故事啊。所以你當劍啦，你教你啱就好啦，歡喜係咪？特別你成話比較平常咯，但係特別你知道對對你奧蘭多嘅時候，你奧蘭多講你特別離開你啱，特別我學你當劍去我學你愛係咪？我學你唔見 material 唔見累係咪？嘅啦學你，你咁樣愛啊？這裡是係咪意思在不？這裡是 baru 計錢呀，這裡是計錢呀意思 ，OK？ 啊，嗰度 get 得。意思俾學你係咪一班還是冇一聽啊？你唔知啦，你講你看你冇講價錢啦 ，OK？ 你直頭講你愛係咪學你係咪就對啦，講啦。你亂咁玩幫佢 ，OK？ 咱講下 realistic 淡薄啦。你特別教你啱講，你當然要學人包一年，你會談就自你唔知你去包啦一年啦，แล้วตัว對嚟時你 risk 講有可能你啱買你誒，你愛啊？買，你特別講啦，我不買，你買嚟啱做用咯，做用你會 trust，你會 trust 跟你會 faithfulness 做用咯，那是真用，你會啱嘛是特別 consider the business proposition 嘛，即baru 一年呀，baru 一年呀，特別我想講 ，in case something happen within 一年時，那些你啱死去是你死去是還是哇心痛啊是。少，免想講你答啊，你就做 business， 想講你答。如果你看荷蘭包，你看廣告荷蘭包，你按荷蘭包啊，你按咪是鱷魚頭。啊 ，business deal 嗎？你按咪是你那是自己想啊，你那是做病嘅工啊。你嘛是特別走學一年，你會按嘛是特別學幫學你走一年。嗰本你危險啊！去談累。嗰本你危險啊！這是我想喎。是安尼來代嘅情形嘛。做兵個叫人炸，做人死一個攤 5 star hotel 大。啊。未啊，我啱啱夠食草呢。我咪是嘅。食菜 ，so it's like 應該是別啊 ，OK， 就去講毛毛菇，來毛毛菇就去講。你講談到物件咯，你講談到物件個了啦。then 你係是你家個人講，你個意做啫。冇啊，冇即個家人講啊。有咯，家人家己嘅 circle 人講，我有啲只有女嘅大部朋友咯，嚇，安尼款樣咯，有啦，有講。特別你唔係都佢啲朋友嘅啦。冇機會拄位朋友嘅，冇機會出來嘅，冇嘅。哦，你朋友講就是有影冇影，是你自己想出 imaginary friend 咯。冇啊，佢樣會知講我。無去買安款嘅物件嘅嘛，所以我變到我會用即個物件甲了去咯，你其實你安怎講要買厝咧安怎？哦，叫你買做工。拄好我就愛去寫得，我去拖飛機。伊嘛互我去。然後就是到即個 trip 加路咯。啲 borders 盤超，哇 dramatic 哦！到啲新加坡嘅，哦，你成個你講到啲 borders book 上，我成個你到啲你做好嘅新加坡嘅 border。我嚟啲，我成個你到啲一條橋嘅咧盤超嘅咧。我背見咗就係 border。我事實我無甲伊講過即條數，我已經收到 email 了 OK 我 get ready 了我決定愛2個禮拜嘛，所以我真歡喜，我家己真 excited 了講你rasa 只白絲本啦，會介意做這事，你想就做工走2個禮拜，你家己真歡喜，但係你家己 rasa 只白絲咯。冇唔是，冇轉錯。你做完這份工，你才了去拖飛機對來是你一個 credit 來。
我是愛看住哦，我唔是講可以白先，唔是講愛 on leave 甲伊攞嚟呢。哦，所以你歡喜啦，你少歡喜個啦，你甲伊做隻 weekend 做隻，你香港少歡喜個啦。有歡喜個，แล้ว就是去到 bookstore，แล้ว伊個講伊去看伊嘅冊，我講 OK，我去看我嘅冊。แล้ว我就走去 Lonely Planet，แล้ว我ก็เอกี個去 Lonely Planet 嘅 section 會去吹下得，哇！แล้ว就行過來，伊講做咩事？你看下得？做咩事？你看 US 嘅冊下得，我冇拍水啊，佢都白白去。แล้ว我講แล้ว我就講唔要緊咯，我俾起來時，我冇計講過啦，佢別識講喺大聲，แล้ว冇行出來外口，我個會記啦，我計講company 愛叫我去做工，咪，伊講買去嘅哦，我冇時間落去，我講去兩禮拜呢，伊講兩節我都冇愛，兩點鐘我都冇事。哦。แล้ว即係而家是白絲咧。哇！我度哎呦，條頸啊，英國中 OK 哦，英國中。條頸念水，你食 chip 啥啦？小香，我講你食你 crop 誒。唔是 crop，是胡培來，特別真正香喎。哦。香咩哦？英國中炸開我食 salad，你知我配有冇？阿咩 ？Chicken in the biscuit。Oh yeah！英國中。呢地食界。英國中都食係你 Maggie boy。食係咪 ？Maggie 係你面。食了。攞啊！แล้ว冇拉沙。有真正香啦，好食啊！卡出要行哦。OK good。Thank you。卡出要行哦。係咪？卡出要行哦，放出來卡出時。有行哦。零星叫。哎呦，我未。了就係講。你互配好食啊，互配了。你話我哋看老糯本。冇了，你話老糯，你話去做唔食咧，當隻。แล้ว冇咯，冇到一定。我講 OK fine，我講我一頭行走咯，一看到我肯行走咯。你一頭冇啊？一看到，冇。哇，安尼。一本 cool down 啦，一本 cool down 了，I think 到一個 Friday 時，伊個再甲我講，伊直到落了。哇！你我覺得杜蘭咯，我講唔是講人 call 我咩？同劍都冇嚟教我講 sorry 係咪件？你同劍都 book hotel 啦，你個再叫我過去，我冇 reject，我講我咪去，我講我冇應。未啊，頭先都 reject 咧依度起笑啦咯，起笑啦咯，拍電話，我唔知伊拍電話去我 office。哦。哎呀！即係做嘢啦，係咪嚟？伊講係咪？伊個女 office 啊，講咪？冇講，伊隨我唔過。我能做一個工，冇根本都冇 office 嘛。我人 office 隔了人嘅 office，只粒電話、兩粒電話，隔了人用嘅嘛。你電話 call 嚟了，別人接了，個做咩做 announcement 講，Mr. Law，come 叫你有 call 入來，come 入來 office 聽電話。你做工做一半，我想我事蝦米事 urgent 呢，想我出來，mother call 嚟 call 唔到，我 handphone call 去 office，咱就一邊去到 flight deck 位走，甲去 office 位，媽咧，一路我一路砍掉，然後變到真正變到真正蝦米去咯了，到尾是有解講當今是按怎款嘅 condition，是唔是 ？OK， 當今。我別搞到多謝了，我咪夾啦行路㗎了咯。伊講冇我搞到嘢物件，因為我是愛路到對嚟呢。嚇！特別都買啊！買啦！你走就走啦嘛。所以是做咩事？伊安尼 controlling 嘅做咩事？伊買好路做工。I mean like 路做工嘅事，咁做咩事食啊？伊愛就愛咯，伊做咩？伊走去哪裡擺？伊愛物件無啊嘛？伊當然有類別物件，伊愛就是愛啊嘛。冇，你幾歲？伊幾歲？伊大我應該是13歲。哇！安尼濟哦。安尼無濟啦，我是最無濟。哦，maybe 啦嚇。然後。他這個唔是你食小來啦，食嘅。出嚟，吹泡泡個。
吹泡泡未記啊啦，吹泡泡個啦。成日你啊，成日英國中嘅互配你啊，吹泡泡。嚇，假啦佢。冇，你有講過我冇聽到，你安怎呢好嘅？啊，頭先我講，伊就是應該是 CD 嘟something 啦。啊 ，CD 嘟那邊嘅 something 嚟，第個安尼款嘅。OK。人哋我是想講是安尼款嘅工課啦，樣。CD 嘟，我是想講是伊較怪，較咩個 CD 嘟會安尼一類吼。對。banking 啊。我講去伊個 restaurant 嘅時是第爽嘅時啦，是第我第 enjoy 嘅時啦，就是。你去那邊，你一個冇，你嘅物件加樓哦，加啦人看路咧。人橋是人橋，但係加啦人看過來咧。是加啦人看過來。我哋用我電腦，我哋啲小啊，你一集幾歲嘅你你較有歲嘅你集幾年？你若是20歲是除伊啊，伊是包入30幾年啊，伊個30幾年啊，你安怎安尼好嘅？所以我想講是也就是 banker 還是 stockbroker 就安尼可能。對啊 ，because 無安怎安尼30幾歲嘅人安尼有好嘅嘛？啊，好嘅人嘅驚咯。啊，對。OK，係可能覺得 crazy rich Asians 係咯。嚇。應該點？你使看你嘅 blur background 呀？看咩 blur background？看未到。我未看到你未看到你湖邊。對，未看到你湖邊。人家看下咗呢，或者你老耐。我把這啲掃一湖邊，一湖陪呢。我就聊聊咯，我就。好，準備聊聊。你見到未？安尼大地哦，一地架，你吹吹。OK，別人講食意思，來。做都讓我當然明白，對講做食意可能包嘅心情咯。呀，個別人講哦。冇人做酷哥咩？老嘅查某包係雞吧，條鮮肉。我有看到本之類，真有嘅。咱未看一隻嗌啊，未看四百九嗌啊，四百九啊。什麼事？然後你當今有朋友有 partner 哦，有愛情哦。OK，แล้วจริงๆหลังไปเปล่ารู้ล่ะขอรู้นะรู้เลยทำไมspring chicken เหรอหมอกู講 spring chicken เอาไปเปล่ารู้ล่ะแล้วอีตัวกูรู้差唔多20幾30倍นั่นน่ะ特別真係好嘅啊แล้วไอ้ทำไมบ่好รู้ล่ะแล้ว好能เปล่า我講拜拜先。你講拜拜先是嘅，特別少能เปล่ารู้啊當今。我是看伊個火車上。但是講你無講無是講一本啊，特別你談咗字喎，真係好嘅喎。我是無安尼。materialistic。是哦，我是較 simple 嘅啊，所以特別你是講你是講一本呢？我真係簡單啊！我可能有 Rolex 跟 Mercedes 呢。伊個本無啊。一個 Lady Boss， 伊愛包路咧，伊65歲。好哇！伊干了這個物件，哇！你是梅水，梅路。多久？1年、2年、5年。安對是？安對是？你愛睇講嘢 look 個嘛？愛看講嘢 look 安怎嘛？冇，這個冇通講嘅，冇通講嘅。我當睇經嘅。伊60嘅是伊60個嘅，我70了嚇，70，未記70。70啊！1倍啊是3。
會啊是三，無通山山無通人包路我人驚人包路人包路哦那驚人是都驚人。好啦，我都俾每因為因那是伊 value 無相嘛，因那是俾我困噶伊呢，我因那是無背呢，我未 perform 啊。你就俾nghe tu nghe啦。Là nghe tu nghe chả vay graอยู่เขาให้อยู่ว่าหมดสักอย่างนะเป็น因為山我未 perform 嘅，我冇個山嘅人嘅，你咪冇嘢。艺術家弟弟做咩攰嘅？我 call 你嘅，夾我夾你攰拗嘅，擺我半啤，我啤。John 翻嚟嚟買啊！ John 啦 track 掉伊啊 John 咩啊？佢拗係咪咁未？你會 Mercedes 有隻頂喎，你攰嘅，call 你。誒那是珊珊 Mercedes 有隻頂你嘅。Mercedes 貴擺啊，貴嘅落擺，掉個咧就碌表，你咪是看 Mercedes 先用嘢咯。未，我未先登，我做住佢。你本啊是買，OK，看，冇英國中，免講擺啦，以後你一頭去 showroom 位，你 Mercedes 或 BM 嘅 showroom，你愛搭一隻都搭一換本不要緊。特別你未 perform 唔要緊，伊會你成日甲伊做 companion 係呢咧。哦，then can 啦。你嘅啦，所以咪別使你講咗，那是唔見啊，那是咩？別使。冇那是做 companion 係咪是平咯？OK，so OK，啦，我靠，較淺啦喎嚇，我真係默佢講嘅嘢。你未 perform 咪講唔要緊，你就俾 help 伊 release。Yes。我真默估嘅是人看就是每人嘅 question，你俾人係要特別。So OK，呀，你嘅杜嘅，就俾人就俾請 strap on or something。咦！我聽你試話搞嘅，咦！係咧，我有嘢唔制，我唔制，我唔捌傾入面看，即是查某呢，我就唔知喎，未啊。查甫咧？對。查甫咧？查甫可卡未哦。哦。因為山呢？啊！伊總之唔是你猜就對啦。唔是我未打閒咯，我未打閒。就未落啦，你未想樣嘢。有是看你咪是你是小英的，看咪是你是小英。有啲嘢問清啊，嘢問正面掉住對咪是你是小英。哦，不是給他收拾來比的，給他收拾來比。我看伊個 will 啦，伊就要擺伊個 will 啲伊個問清班啦，後我看頭我讀伊個 will 啦，了我解讀講嘛。OK，咱回到對四百九，你未啊？你未咁啊？可能包啊？你話啥？未，放鬆啲。完全未啊！喲，你哇，那是講 single 嚟講，I think 我係 consider。哇老誒，嗰啲合會 John。嚇係咪？ OK John，apply 到對，同埋啦每英國用嘅 question，apply on 到家己。我 single 冇 single，但是我冇啊啦。冇 single， 冇插啦，唔要緊啦，我冇插到 single，還是冇 single 啦。OK，咱because 是我未做，我是安尼我未做安尼物件 ，because 我有我紅數 ，because 我買做呢 ，because 我紅數。但是講我 take 我紅嘅 out of the picture 啦嚇，所以我其實當然是 single 啦 ，OK？合面我本嚟。哇老！我杜嘢哦，夾杜嘢，我冇插我夾杜嘢啊，是我夾你拍地機嘅你車嚟嘅，本好我 jackhammer 嚇，隔了，那是講我特別我是當今是講緊啦，特別做啊，唔知我家己會隻 MD 啦。你真係往時你家己做啊，你家己寫隻 MD，你是為咗 material 嘅物件，為咗類，為咗你嚟做物件，往時你家己隻空嘅咋。冇，你而家頭晚會英國啲啊，特別我講伊做你做
London 嘅 Minister of Health，你嗌咪？佢入到咩？一號你做 London 嘅 Minister of Health。唔係。佢個死喺嗰度做工，我嗌我直頭累。意思講可以 reputation。我買插 reputation， 我冇插 reputation。佢是 poison chalice 嚟咯，明白未？阿莫話，佢是 poison chalice，全部幫人俾愛做，係你看你更虧啦。我是，那是講我冇插，我有 status 冇 status， 我係銀行8集我就搞啦。如果是阿爺女呢？我唔襟買哦。我銀行8集我係做下面，我係女集用英文用唔了 ，OK？ 誒，你俾 camcorder offended 無咯，若是講我每一個 question， 若是講王寶要求咧，王寶叫英國中去隨意咧，英國嘅王寶啦 ，OK？ 誒，伊夠 powerful 哦。叫你即期，我做我嗌，我捌看到佢，我捌看過伊了，伊咁多肥肥，所以我會聽到會perform嘅伊咁多肥了，對特別 A 個啦。我頭一頭看到大波個暑假肥肥人咧，嗱，你講點？哦，真係我會啊，點樣是我你學我談，特別澳門都冇講只字類，澳就是澳門冇類咩？啊咩澳門伊有 civil list 啊，伊有 civil list， 特別伊有蝦米問題，你是知蝦米無？伊做蝦米啊？大人知，你未輸錢咗一句。你知你明白無？你若是要做伊安保嘅成個社保啊是社硬包嚇，社硬啊！你未做幫行大人就知了嘅啊！真係 stress 嘅啊，冇你去站班啊，有人翕你小英；你去換衫，有人翕你小英；你去買菜，有人翕你小英。到底 Tesco 可能要笑一個 Tesco 嘅站板嚟講出來。OK， 我跟人講啦，我那是俾可能笑啦，可能爆啦。我是咁晚爆了無人爆你人唔知咯。但是講我爆了只一人知呢，我咁唔係。所以我時常講人唔知我有安尼款嘅準備爆我啦，了我嘅銀行只窒啦，了特別無人知講我是學這個人爆嘅，但是講一個真係出名嘅人爆我啦，了人知嘅了呢，喺我度買啊。because 我哋喺你個只人 attack 你啊，成日可能喺你面前我冇面打咯，喺你我嚟晒累是俾嚟啦喺你面前。有人看你袂起，你冇 respect，冇 respect。我打我係明白你看你物件，我係明白你看物件，因為我特去 Florida 時，我去嘅 gay venues 啊，成個 gay bar 你看啊，你會見到佢哋 gold diggers， 你會見到嘅，because 少年 gay 啊，個有真正老嘅人，接來個老嘅人。你看，你會知人是正 relationship， 還是這人是 even though 因為會清差只基本有你知講到這是正，這是無正。嚇，你知嗱，上個我跟我朋友啊，知有一兩件啊，是正是高啲嘅嚟，因為人知啊，伊人參加真正老嘅人，差不多要死了嘅人啊，了死了是無條啲伊嘅厝變做伊嘅去哦。伊厝㗎了，แล้วอีกช่วยบาลังเนาะสิ career gold digger 嚟啊特別我 don't mind being a career gold digger 喎 I mean 那是講如果แล้วรู้จิบขี่ชายกวนน่ะสิบ้าสิ咪學人看รู้啊人รู้ตัวใจอีหลังกันแล้วได้ยินรู้ใจรู้สิ做下咩啊特別那是講伊是รู้到無รู้那是講รู้對迄個老嘅人係迄個老人家己歡喜咁慣嚟講係咪是唔要緊啊I suppose okay 啦，我被 self respect 唔是講你那是講去個伊個如果無學伊迄個老人歡喜掉啦，你
你是干那偷伊物件呐，迄你都无想。你若是讲你成家家，你都无欢喜，你家家做伴甲伊做伊欢喜，他咪是伊个老人诶时候，你爱死诶时，你不是做伊欢喜，我是 feel 到一 service 本咯，你都谈到是厝。I suppose so 啦，係啦 ，I suppose so，I suppose so 啦。我若是講做安尼款啦，人看我袂起啦，哈你我個別啦散咗，我就唔會插小人嚟講咩物件啊，是講我是想講你可能爆了你成個 celebrity 啊，人知講是注意，然後你哈你我度買啊，你就 OK，了我個別答案是蝦米？你做可以老人歡喜是好嘅物件，特別伊老人老好你個了伊嘅機會，嘅會啊，老會個了嘅會 ，sorry。嘅會 sorry 我特排 mix up 下你 phrase 嘅會啊，伊老好你伊嘅會，了伊家己嘅真正呢，伊家己真正若是嚟除咗講，應該是人都要談一半嘅物件啊 something 啦 ，something 特別伊上歡喜個你了，伊好你個了，你會得閒啊，你會咁問題個了嘅物件，好啦，所以真正個了無談半行本無談嘢嘅可以。特別那時候 as a professional gold digger 嘅想法，就是伊老人嘅decision 嚟嘛。啊，你看笑啊 ，professional gold digger 嘅 thinking。你別人個所以是馬人包啦，是白搞。唔係。了，你有成日講，有時你正家己嘅 relationship 啦，你屬個一個人，特別伊有會個大佬真濟，特別如果屬個伊咧，正心屬個伊啦，了有類咯，了你看起來成日你係 gold digger 呢喎，你人看你成日你是 gold digger，特別你是正 relationship 你愛咪？是看我按照屬個伊也是伊 accept 無。你老人是假啦。imagine 啊，講你有下面明星哦，老只快老嘅嗬，你屬假你是 fan club 哦，你有無？查某嘅明星。啊，你看都無啊，講真嘅。我而家 imagine 有一個明星啦，咁老嘅你只屬假伊啦，你 fan 哦，伊係 fan 啦，即係伊看到 Dame 啦 ，Dame Judy Dench，伊爆你。Dame Judy Dench，酷哥啦。啊 ，OK，so 你 relationship 是 OK， 是講你點出去是人外口看你成個你是 gold digger 呢，你會買咯呢？哦，安尼看到關於安尼濟啊？無關安濟啊 ，because 就我咪你講嘅 ，because 應該點咧就係話 Bruce 講起來講話，因為都往回程差是八歲，特別我看一個少年啊，你伊看伊無少個嘛，所以看個老，所以特別我在真濟人本是有成個人講，有人做程差回程差呢濟，特別真係是無關程差真濟啦，特別我人。我是無插啦，頭嘅時較少年，較細漢吧，你個 start relationship 是往度，我有捌想過。特別我每次想講，但是講我是要看我家己 relationship，要看外口嘅人嘅 approval 啦。你想看我要隨着這人嘅外口嘅 approval，我得。我冇。是我個話 Anthony 呢，人會清查個真真濟哦。我拄着伊時我冇20歲咧，哦不19歲咧。伊呢69歲了。哇！Yeah， so that question 我咪你說你 feel 到外口嘅 burden 咯？無，下咧點先呢？我無感覺做一句，因為我真正愛伊，伊真正愛我，了人無插淚啊，無淚啊，我都唔買伊淚嘅。我就知啦，我本來是要做律官，我就知啦，我是會賺我家己嘅錢嘅，我無 depend on 伊，互我係錢嘅，所以我本無討錢甲伊嘅，所以下嚟點先呢，我無感覺係咪意思，出去嘅時我無感覺係咪意思，我知啦，人人正就是想講伊是爆話嘅啦。冇啊，人個哋看你是pedophile啊！我想講伊啊！好啦，我19歲了，我就唔是囡仔了，就唔是囡仔了。你 baby face 嘛？
baby face 嘛。我 baby 錄車咩是冇？baby face 啊，係咪 baby face？OK， cap 字，人哋 cap 字佢講 baby face。咱當然講到對做有生意包人嘅事，快講佢包人。嚇？咩有生意包人冇明白？做包人啦，滷包人。哦。我未包。毛毛菇。嚇？毛毛菇。包人？嚇。冇喎，我從來未，我未。你未攞人？冇咯，未攞人嘅咯，我未攞人嘅咯，我未攞人嘅。你做大波嚟，你做大波係甚至樣嚟講就係做大波嘅是大波加雜波搶大波，會亂咯。誒，等陣大波加雜波搶大波，所以你生意是雜波啊？嚇！喂，見你捌講過啊？呀！定當那時講咪，喂，其實你捌講過嘛？個當金，我你是唔是講伊 X 哦？啊，講細漢定到是隻股有咧嘛，你是本做暑假雜誌雜波嘅嘛？阿 Q，伊 X 啦。我去伊厝搶大波。去查某嘅厝搶大波，你查某知唔知啊？查某啊，知唔知？你無相信喎？無相信。伊無相信咯 ，because 啲我 point of view， 伊家講無即個事喎，大波是伊講我從來無甲大波困過嘅喎，แล้ว大波就相信甲伊真正是有影是表嘅 man 來嘅喎，你老嘢係咯。即我唔知伊安怎解一間查某講啦，了一間查某我是去到伊嘅厝，我去到伊嘅 parents 嘅厝，啲外口位講咯傾咯，傾咧就講做大聲咯，了講甲伊嘅 parents 出來，了伊嘅 parents 是講咪亂了，佢條厝邊聽到了無好聽，你對伊了是唔是本好？無可能嘅事，所以伊人本是無，伊嘅 parents 本無 accept， 所以我就成間是嚟變到，迄陣時就變到我成間是小三嘅你看住咯，明明我是大波，變我台人講緊我變咗成小三去嘅你講，無按照講無證據啊，你看，佢嗰陣時都無興協效應嘛，對唔對？我嗰陣時時候講嗬，就係講嗬啲做嘅事啊。家己頭翕效應佢拿掉起來啊！個證據，所以變做你上家變做你無名聲咯，無名份啊！對，我無名份，我變到我是大波，變到咪 transform 去小三 that moment 去搶人嘅 boyfriend 我唔知，我要聽你發展時我要聽 ，OK，interesting。我是要聽講你做生意特別加大波個 relationship 嘅咧，一下一解做老餅姐啊，唔是老餅姐，你個 agree 啦，你甲你大波你 already OK 本嘅啦，你愛你特別別我知毛毛菇別，毛毛菇，你係講你係即奧蘭多啦。咪是講，伊講我係冇在嘅，特別我燒掉路，你會啊？冇就把你我會，看我會，但是伊是查某嘅我都會，伊是大波嘅我都未。但你說伊，你即你做大波，你說伊是查某，你個未？是大波唔係我。我係講啊，我同大波講不要緊，你照去。做咩事？拜二。三個，你去了緊支持啦，你對來。伊買。I share 啊。明白。做咩事？查某你會咧，大波你未咧？jealous 嗎？毛菇。做咩事？大波你未？查某你未 jealous 啦。查某未 jealous，因為伊。你人有嘅物件，
无想甲我人嘛。你人 service 你讲甲我人 service 你讲是无想的嘛。唔是 apples to apples，是 banana to apples，OK？买 banana 不是代表一样吗？banana 不是一样。所以你无相会，你就会使 OK，你相会就感觉。甲 feel 到甲 threaten 啊，你甲對，伊無 challenge 就係，伊無 challenge。對我來是像嘅咯，大波就冇本好。我個 friend 伊個看病咧，伊只 survey，I mean 唔知幾個 stage cancer 啊，伊是派咗伊翁去帶兒母 ，and then 伊翁有離婚，伊特別咧，伊帶進來某咧。個一大某嘅 ，and then 咧，第一無好物件是我未得記啦 ，imagine 如果是破病人啦，伊個大某困頭一個房間 ，and then 爸爸媽阿妹咧，伊過了伊某大某就去困了咧，嗬，伊第二個房間咧，伊家嘅翁起燒 ，imagine 啦，你會得記咯，你破病了啦，你大頭一個房間啦，特別是嗰個叫咩？特別你翁嘅冇，即係屬於冇叫伊去吹嘅。因為破病啊嘛，伊是 terminal 啊嘛，伊是當死嘅嘛。所以冇學批准伊吹白嚟查某啦 ，and then at first 伊買嘅，所以俾嚟有拄着咯，有拄着啦，嘛是有帶，伊講伊冇講你離婚我啦，你帶做查某啦，因為我未配你是死人啦，所以伊帶做查某。離婚嘅，等伊冇死啊個嚟就嚟咩？伊冇買伊安尼like you know like 等伊唔知啦，但意思講是互伊教因離婚伊啦，特別伊翁講我會叫隻兒母來告你咯，你兒母唔要告伊啦，特別咧大妹阿妹困時咧是甲伊兒母困咯。然後伊冇就 OK 啊，你嘛，叫佢除雜膜啊。伊是一個。伊 bedridden 呢，伊是 bedridden 呢，伊是 bedridden 人嘅。無啦，伊只愛伊翁，香港伊只愛伊。係嘛？我是講，我是你破病人哦，我未得記咯，我會使講。你嚟講，你就未叫你翁啊，你就未叫伊做咯呢。我講，你等我死啦，給你傳啦 ，OK？對，特別你冇愛翁過，就你肯就冇愛翁。搞晒啦 ！Because 婆婆姑講伊只愛翁話咧，你未咪是第啲只講你未嘅咯。我because 我未得記實，我會imagine講哇，依度幾百房間。你家己辛苦只坎坷，可能你都未想到那物件。你是為咗想到我陪我翁有人陪呢？你未是講在你家己未陪啊嘛？出發點。actually 我捌想過一個啲 movie 嘅 plot 上嚟看到咯，我是想過講有個人嚇，我是想嘅 relationship 是a gay relationship 啊，特別我是想講，特別伊是 work for anything 啊 any gender combination，就是講你嘅 spouse 是 already 你就改，然後 but at the same time。你家己 conflict 就是講，你家己個你家己嘅 needs 嘛，你 sexual desire or whatever 嚇，然後叫伊來告你你告你翁迄個人嚇，你變迄個人啥蘇格條路你咋，然後變成個 triangle 啦，你個 love 你翁個，特別你來告你翁嘅人個蘇格路喎，哇 complex 咗伊個迄個。特別我 feel 到伊個迄個正 conflict 咯 ，let's say 成個講，你成日講你 let's say 伊個唔是講，安尼咧，伊樣個 actually 個 develops relationship 個就解咧先嘅第三隻，特別迄個背死咧，硬個燒到底下邊個。所以嗰陣時講，我是你係寫 develop 嘅 script 啊 ，somebody because 我未曉寫。特別我是 feel 到你 relationship 就 complex 咯。你是講你叫一個 nurse 來告你翁，因為你翁愛馬的腳啦，and then 係 nurse suka 你 nurse suka 掉你又 suka 掉你 nurse。So 有 attraction 啊，唔是講就 suka，特別你 love 你就 love 是到你翁嘅，because 你告掉你要死咧翁。你 nurse suka 掉你，and then 你翁愛死個 suka 掉 nurse。
不。Kanya ina suka lu suka dia.แล้วtapi lu so because of sometimes lu 個叫你呢時候你變咗個 accidentally 有一道 relationship กับ Elena 所在哦。แล้ว是你 feel guilty 啦 conflict 啦，你 feel guilty 對你硬，特別 at the same time 你個自己之類嘛，成個講個 Elena 個 suka lu 你看 so 就 conflicting 啦，你 emotion。You feel guilty at the same time. Tapi Helena ko jaja suka lu. 伊俩無叫過，你係用 Apple。我明白，我就係佢哋 case 上上家迄叫好熱人嘅麥考嘅佢哋麥考嘅佢哋 casino 嘅 owner Stanley Ho 啊。哦。因為伊嘅二寶是那啥嘛，個伊大寶啊嘛。แล้วอีจีบอสุกาจะอีไหมสุกาจะอีบอsuka when 伊個伊大寶是咧伊寶伊二寶สุกา就伊如果是二寶是那啥個了伊大寶伊叫 Stanley Ho 啊你就係佢哋麥哥啊都 OK 冇麥哥明白哦冇明白過啊嚇明白啊是講特別我係說伊嘅 emotion 講真正 complicated 啦。Because 我第坎坷咧，特別係你 protagonist 特別是係你 stuck in the middle 嘅人咯。你想看伊 torture 伊，就是第 torture。我話說第 torture 就是中嘅一間咯。Because 你 conflict 是都自己是有中是個話啦。哦，波長係你Because 你 I see 了嘅曉個。你再講伊特別下本你使 explore 伊係裏邊，但是講伊個無 agree 啦。但是伊唔知個無想啦，但是講伊知到啊嗬，我是袂使係知到咯。because 即係講本身知到係知到佢較上嘅事咪就破病啊嘛。哇 ，complicated 即係 mini series。你咪等你需要嘛是 Netflix 哇係 nurse 咯 Netflix 啊 Netflix 叫小三叫 nurse lover 叫 nurse lover 你等你 boss 你暗示啊係咪坐你 nurse 做波咯caregiver 嘛你title叫做 caregiver 好啊我係講 Oscar Award 嚇What's the producer? Producer 我是 screenwriter。我未曉，我就是未曉，我個無曉寫。特別我話曬伊個 explore 伊個 conflict 啫。我成我個其實冇咩窗開呢，就耶。Hello，寫 complex。OK，就係諗咩寫 develop story，講你較 detail 就。Dapat drama deh. Drama lah, itu tu叫做 caregiver. Actually, caregiver already caregiving for 你I wonder 應該點個叫 insight 淡薄 during 你 for 你只 as a caregiver 啦，不知你實講啊？spouse of parents，我係咪係你真我 feel 到真正。真正坎坷嘅事就對。yeah。我寫起來，我 feel 到這人無take出嚟講嘅即 problem 嚟咯。yeah。Especially mental health related to mental health，caregiver。OK。Alright，寫起來了 ，OK 啦。本來好見咧，就講個明星暫時，哇！這禮拜咧特別嘉賓咧就是老椒半鹹甜老椒毛蘑菇來聽大粒頭，個有絲白餃。咱無梅大粒頭，大粒頭都愛。後人嘅是荷蘭包。你係荷蘭包哦。大粒頭，一棍咗啊！一棍嘢，可能爆嘢。แล้วก็จริงๆก็毛蘑菇啦，有毛蘑菇就你大概 interesting 嘅毛蘑菇。好啦，你是主角誒。แล้วก็เบส
講愛講這 topic 嘅。我唔在，我寫起來。你 list 起來。我寫起來哈。那是我地圖啊，寫起來大。到啲 Facebook 會寫到嘅哈哈。因為 topic 是人無地嘅哦。Usually 咯 ，usually 哈 ，usually 做事就冇地啊。แล้ว一包嘅司機包人乜嚟同人講啊？我同你講，你就照大路啊，人走過得去啊，嚇。係咯，應該要包人咯，應該唔包人。問你水啦，我上嗰時那是乜啊？包嚟包去，那是乜哦？你包人裏面係咩？ikan bilis？asin nui？係。Yo, long suka cek sampai, long suka cek nasi lemak le cepat-cepat kalau pibe suka cek dalam macam ni. Sotong basah. Mana kau sotong bola, tungkin cikogi ni sih. Ibun cite,แล้วกังวลหน่อเตียวแล้วหนุ่ยทอเตาคู่แก่จิเปาเว้ยหู唔知啊，หู迄個呢個沙甸糊，沙甸糊。哦，沙甸糊啊！有你糊啊，一煎噶，唔是咁好，呢糊一煎噶，大大咧，你好似本。對啦，係你是金芒糊啊，金芒糊嗎？啊，食杯呢？石啦，石啦，ikan sela hari ujian uin set soalnya sang kamang hu ni tapi uin set soal 我個寫起來nasi lemak 我哋實講隻 topic 我 feel 到 nasi lemak 阿 John 嚇第四講媽媽店嚇就我寫起來啊我寫起來 next round 真係咯because before 我對時我就未知我就係我硬啊嘅好笑我能 research before 我 trip 嘅時 usually 我能是看忘要食咩物件，對邊個時要食咩物件，我看咧 YouTube video 了寫因為 list 起來，我就 list 寫掉。了當今曉一個講，你在我講你網站會看到一個花蓮嘅巴沙馬蘭唔拜山。有看到伊有賣煎雞皮甲巴拉煎雞，網站見食，所以我就寫起來啊嘛。你講你會使問你對 family 看，大陸會係咪 recommend 係咪物件食？我講。喂，伊講我講話為什麼你先咧？伊講嚇掉我，伊講你使做隻 topic 啊，是叫 recommend 我人對佢是愛食係咩物件？我教我人對佢是要食。我講未啊喂！哇！阿講係入破啊寫。OK，等我寫起嚟 recommendation。寫咯。了啊，你教recommendation。係破啊嘅話咩咩？Suka garing 嘅。actually garing 嘅女嘅本我成日食，隔了我皮無上嘅款，我們食女嘅成日食第三嘅皮，我們成日食係咧轉成日矮，本成日食garing 煎粿咁好食。都就咪suka 食日本食 yakitori 咯。隔了我成日食。我成日食。yakitori 實在嚇。yakitori 日本嘅又係做雞皮嘅。哦 ，yes，對，啊是有往時有 yakitori 有啲是雞肝，我雞心了我冇食過食，伊肝有白，伊個咧是 organ 嘅，個咧係 organ yakitori。冇 ，OK 啦，會使，但係咗都食時 ，next 都食煎雞皮嘅時都目睭開大大女看清楚，看雞毛係，喺度隔嚟食。我掉過。雞毛我唔要見garing，我唔係食就謝啦，咪夾佢住噗你出來啦。冇啦，我係所謂是幾條毛係一煎個garing嘅好，唔要見呢。我無啦沙，你就是講食咧雞皮你雞你成白針雞，你食條皮喺你度較吉利，人哋伊一支伊個當到伊毛卡個當到你喙喺度吉利。แล้วอันนี้เขาตั้งแกคุยจีสิก็ว่าสิว่าไปเกี่ยวกับ suggest ว่า because ว่าไปขี่ KL มา so ว่าไปขี่เลย suggest KL ต้องไปจ่ามีแล้ว SS 15โย่ฮะโอเคลองซิวเดี๋ยวฮะ489อ่ะ阿咪數อ๋อ489ไม่มีน่าสิดูตัว KL แล้ว我到 KL 啊ฮะไม่มีอะไรตู้อ่ะเนาะ來嚟你第四堆
啊，我6月尾對到7月中，會對得咯。知。啊，看我係你甲我講，特別我無拍算做邊個福建嘅 meet up 啦，because 我甲我啱咗隻我無咪係，咪我咪可能包嘛，我咪學邊個福建包。because 是我人兩人嘅personal trip，but 但是講人 OK，我嚟講會do OK 啦 ，privately 我無 public 嘅 event 成個講哦邊個福建 meet up 安尼無啦，但是講咯，到我啊，我係有個啊。南西傾嘅嘛 ，because 舊時親 casual 你看 OK 啦。上家咱小時 dinner 會使了啦。看啦，看喂安怎啦。Sometimes 是不在呢 private，特別 OK 啦。Usually 成日我都係朋友，咪小姐啦，成日講啊貴電嘅啦，嚇死啦。唔記得我 drop 物件好咯，你啊就我 drop 衫 ，Alex 俾淘寶俾衫好咯。嚇？俾啊寄來了。有咩？做咩做俾衫好啊？我話都 surprise，都情意氣，都就真係水了，佢都講。有我係。個仔係衫嚟。哦，特別我 still one week after that，我係啱時較早來兩禮拜呢，伊就較早走，then 我個春一禮拜。哦。一成對。一成對。Because 我本會 spend time 甲我 parents 嘛，所以伊講那是我大條甲伊，我無咪 time 甲我 parents 做一下啦，有啦，我做一 hang out，特別伊就講我會成日甲我家己甲我 parents time，所以較早對咯兩禮拜，因為阿仔咁樣大，即係伊個即係。縮時間嘅估。好，睇到得啦。啊，呢個縮時間啊，冇啦，呢個車站啊。呢度嘅 event 冇忘記嘅嘛？呢度嘅 event 啦 ，because event 一識嘅 event 嘛。有啊 ，event 後尾會睇大。event 了 ，because 有伊個 medical history 啊，伊個嘅在一路管道合併揾佢幫手嘛。because 是 senior cat 了都知哦，唔是少年紀啊，10個歲啊，就話仔10個歲啊。哇！個花少年嚇，伊少年咧對住我整啊，對住我整。OK，等陣，我咁樣 list 個字啊，但我咧講句啊，未記啊，大粒頭啊，489、英國中、蘑菇。半鹹甜，袂使講，袂使講，大粒頭，講了啊。OK，蘑菇講 OK，感謝，拜拜，禮拜再見，拜。哇！英國正面就半啊！呢禮拜我嚟收拾下渣，你可做了。這邊嘅人到底頂這擺啦，是你無聽我講嘅話題咧，你就係這邊訂miss 掉嘅 episode。你這邊 subscribe，第一 subscribe 是個第一正咧，係我錄音限掉錄音時，嗰啲 YouTube 嘅一頭同啲路，你佢睇看，感謝。提高佢做乜？